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9日，星期三。先講下紅磡首案超額認購25倍1Q 清袋。根據中原地產同東方日報最新報導，紅磡呢個市區新盤首案上週六首輪銷售218伙，全數沽清，套現超過16億。發展商即刻加推120伙，預計週四開售。入場價684.5萬，實用尺價大約13000左右。反映市場購買力爆棚，超購25倍，即係話收到5700張票，呢個數字比起上個月啟德海灣第二期嘅25倍，超購不相伯仲，證明市區一手盤依然係買家嘅首選。發展商新世界同會德豐聯手推，位置近送皇台地鐵，步行5分鐘到站，配套齊全，有商場、學校，特別吸引年輕家庭同投資客。過去週末錄得約400宗一手買賣，按周升37%，全月一手已破2000宗。樓價指數按周升0.03%，年內累升6%。如果你係上車客，首案依類低水盤係難得機會，但要留意加推價可能微調，預計尺價維持13000至14000之間。另外講下銀行鬆手，20個指標屋苑估值齊升，樓價見2年半高位。星島日報尋日報導，踏入4月，銀行積極調高估價，追蹤20個指標屋苑，19個按月報升，幅度0.1%至5.04%，整體估值升0.1%。創近期新高，新造按揭平均息率跌至3.21厘，8個月低位，按月微跌2點子。呢個現象唔簡單，背後係樓市氣氛轉好。首季一手豪宅成交146宗，總額155.34億，按年升1.8倍。餘億超級豪宅成交52宗，升2.4倍。西半山天譽獨佔17宗，涉資27.296億。數據顯示，港島豪宅主導佔138宗，升123%；九龍啟德新區佔55%。分析嚟講，銀行估值升，意味放貸鬆綁，二手放盤量減少，推高樓價。戴德梁行預測全年樓價升10%，住宅交投全年升50%，首季已錄18650宗。但要小心，全球經濟放緩，地緣政治緊張。差估署香港物業報告2026指，住宅市場復甦，但空置率九龍城住宅逾10%，落成量多係隱憂。資金回流，投資者可以留意藍籌屋苑，預計第二季交投繼續升。講返二手，西九龍上車判現蝕讓潮，現額持貨5年蝕20%。東方日報尋日頭條，西九龍一帶新盤新供應充裕，樓價受壓，現額持貨5年蝕20%，成為蝕讓重災區。現額位於奧運站上蓋，實用面積約400尺，原業主約500萬買入，持貨5年蝕100萬，尺價跌至12000以下。另外，騎師周俊樂係白石角嘉禧7座中層挨室單位，696尺3房，係2021年以1298萬買入，近日沽出蝕27%，損手約350萬元。西九龍供應過剩，近2年落成單位近萬伙，樓價難免受壓。租務市場呢邊租盤持續減少，租客加快決定。灣仔兆豐大廈特色單位，內地學生月租1.68萬元，尺租50。西營盤藝里坊2號開放式放租1日，大學生零議價承租，尺租71。另外，火炭銀禧花園2房外區客月租1.9萬承租，業主享近5厘回報，租金支持樓價，預計全年租務升5到8%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